中的秀芳国小，这个校长带领着3年到4年的学生，到这个秀芳社区甲长辈来做交流，要互学生学会关怀，嘛互社区的老大人透过游戏来减轻着失智的风险。 罗国乡秀芳国小校长带学生来到社区分享学校的特色课程，展现辛苦工的教育价值。我们希望说，他们在指导我们老人家做这些积木的过程中，能够学到尊重，能够跟老人家有更多的互动。 秀芳国小推动智慧节目教学，让囡仔来甲时大人算节目，帮助时大动脑动手做活动。以前都是阿公阿嬷教我们，现在可以叫阿公阿嬷做积木，又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在家无聊啊，来这里有老师带动嘛。来家到玩耍啊，阮的心情嘛足好诶，心情足好诶。即摆又老伙啊，这手拢较无灵活，你知？你安尼转转，这手才会安尼较灵活。 透过这摆活动，嘛增加世代之间的感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